師同埋佢嘅師傅手座掃起，一齊喺度睇中國少林武功畫冊。呢一種係少林絕技鐵彈功。鐵彈功又名少林下步行功，仲有稱之為金蟬功，屬於少林72藝之中陰柔之勁路嘅絕秘神功，係專練人腎部嘅功法。鐵當功係少林獨特嘅基本功夫，唔怕你攻我要害，我有神奇嘅防身護體功力。咁樣就解答咗釋賢武大師點解要千辛萬苦咁去練鐵彈功嘅原因。兼收並蓄，係集眾家之長而得到發展嘅。但係經過咗多年格鬥實戰，亦都形成咗佢獨特嘅技藝同埋震撼神州嘅基本功夫。睇下，佢首先用少林劈殺掌，跟住立即使出一個少林飛腳，將佢嘅對手打落擂台。釋賢武打嘅呢一套少林拳，剛健有力，樸實無華，出疾收快，重在實戰。咦？呢個成套有啲咩用途呢？唔係用嚟吊頸啊嘛？咽喉同埋陰當係人身致命嘅要害。釋賢武練成嘅降喉鐵當，唔怕鎖喉，唔怕踢打，真係絕世奇功。佢真係吊頸喎，有咩睇唔開啊？呢一種就係鐵缽功。俗名就係上吊功，專練喉部。又係一個舉世無雙，又係一個要入世界健力士大全嘅紀錄啊！中華貴寶少林真功夫，使人大開眼界，奧妙無窮。